家好，我係2024至2025年度畢業生鄭東堯，而家讀緊香港中文大學護理學系。咁首先，我覺得中學提供咗紅十字會青年團呢一個嘅平台，俾我去了解多咗關於一啲急救啊，或者係一啲護理嘅方面嘅知識啦。而喺學校入邊，其實我哋都會紅十字會亦都有恆常嘅當值啦，例如一啲嘅急救當值，同埋一啲我哋定期做一啲嘅護理檢查啦。當中其實都令我獲得咗更加多對於護理行業嘅呢個嘅興趣啦，亦都令我激發到我而家投身喺護理行業入邊嘅。咁紅十字會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訓練同埋課程啦，例如我喺中學嘅時候就考獲咗一個嘅急救深造證書同埋護理深造證書啦。咁當中亦都令我可能重拾咗一啲對急救嘅熱誠啦，亦都多咗對於護理行業嘅呢方面嘅理解同埋了解啦。咁從中亦都激發咗我以後即係而家投身喺護理行業嘅呢份嘅信心咯。咁喺我參加紅十字會嘅旅程入邊啦，咁從我啱啱咩都唔識啦，去到啱啱去到隊長啦，咁當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師兄師姐嘅扶持啦，同埋一個學校嘅幫助，就令到我培養咗我自己嘅領導才能啦，令到我喺高中可以勝任到總隊長嘅角色。要去參選紅十字結青啦，首先你喺團隊入邊嘅管理或者係你嘅領導有足夠嘅成就啦，或者去到社會入邊你有一個足夠嘅觸覺啦，你會去了解生活中會唔會某一個角落發生嘅一啲嘅人道嘅議題，你有冇去關注？咁我覺得呢啲嘅人道嘅社會嘅觸覺啦，同埋一啲嘅人道嘅關懷啦，係一個結青所需要具備嘅。生活入邊，你需要時時刻刻去突破自我，去踏出自己嘅舒適圈，反而係可以更加快啦，令到你去有獲得更加多嘅成長嘅機會。